离台湾将1.5點鐘行程嘅 Okinawa，係東島人先出出國旅行嘅好所在。藍藍嘅海，流漫漫嘅神發步調，係東島人中意 Okinawa 嘅原因。啲下啲純情嘅島嶼，無論係人文亦係自然，就有本人去嘅又上愛去嘅魅力。一擺就聽聽帶啲當地嘅後生客家朋友來體驗一下 Okinawa 融合無共樣文化嘅特別風情哦。Hello， 安坐，安坐，你就係雨林哈？对，你好，我是你好，雨林你。好。給亞比一聽就會他是我男朋友小雨哈，小雨。你你好，我叫小雨。你用啥就係當有名嘅部落客哦。誒，你諗啥？全部就做一花襯衫。我來以前啊，就談講啊，亞啲亞比啊，Okinawa東島人就會做一花襯衫。这个琉球语叫做卡律西，那卡律西其实就是有好兆頭的意思。啊，真的。对，好兆頭的意思。然後就是久而久之，就是這個變成沿用成，就是一般上班族啊穿這個其實都很輕鬆這樣。你見咩喐啲啊？嗬，因為其他地位嘅從你台灣嘅捷運站用單軌的，對不對？對，單軌。今天就是搭單軌電車，然後一起去玩首里城。這邊這一條就是今天要搭的單軌列車，橘色這一條。那那霸機場呢，在日本裡面最西邊的車站，赤嶺站呢是全日本最南邊的車站。現在這一站在這一站福島站。對，那我們等一下要搭1、2、3站到首里站。清明一站的哦。今日要拜訪嘅鄉親依玲，係啲特別大嘅客家妹。18歲就到琉球大學去讀觀光呢。佢老男朋友鄉下經營嘅部落格，寫意無嘅日本神法，希望用深度探索人文嘅方式，分享啲 Okinawa 嘅神法觀察。佢就講係講嘅認識 Okinawa，絕對做唔得比過頭擺琉球王朝嘅首都蘇里山。那個高機上面嘅蛋糕有下呢，有下中文首里之邦。那首里之邦這個匾額呢，是當時中國冊封時，為了琉球王國為了要迎接中國冊封時來的時候呢，就掛上了首里之邦這個匾，意思呢就是重視禮儀的國家的這個意思。哦，要有下世界遺產呢，預約那個意思。自然景觀的話，就是會把它當成一個就是有神的地方，他們會建立一個石牆圍起來，然後因為這邊是神的地方，在以前琉球王國啊，就是國王出巡啊或什麼之類的時候，那國王呢就是會來這邊報個平安啊。預約一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以前在琉球王國時代，女生是管神的世界，男生是管人的世界，所以基本上只有女生才能進去。那國王想要進去的話呢，必須要男扮女裝。2戰就是結束之後，首里城這邊唯一一個從以前留到現在的一個地方，對，所以就是被登錄為世界遺產。喺日本前西南片嘅行政區 Okinawa 縣，還有一個台灣人就所嘅名嘅很多琉球。並因日本以前也為係頭擺琉球王朝嘅土地，100年來受到中國和日本嘅影響，還有對福建嘅福佬人計劃性嘅實驗。故所啲 Okinawa 旅行，接着就會吃到來台灣有得嘅上槍哦。等一下我們要經過就是叫做瑞泉門的這個門，這邊有好多，總共7個匾額。據說就是當時啊，中國官員來到訪這邊的時候，喝了這邊的水，就覺得啊，這邊的水真的很好喝，就給了中山第一這個稱號。所以喝了會長生不老嗎？喝了皮膚會變好，喝了會健康。給下琉球哈，還有王室嗎？還有國王嗎？那個日本為了把琉球這邊據為己有的時候，他們就琉球處分的時候，然後就把這邊的國王，他們是姓上氏國王，那就是他們把是國王就是整個接到東京，因為怕說在這邊會可能造反亂之類的，然後就是把它接到東京去。然後後來在2戰結束之後回歸日本之後，有很多就是以前的上氏的國王的後代們回來之後，沖繩之後再就是算是發展事業這樣，對，但只是主要就是目前都沒有在表面上出來，就是大家就是也沒有說太知道說是國王是誰這樣。那個每年在10月底左右會有一個就是祭典首里城祭，那就是專門就是它會重現當時的一些祭典的一些冊封的整個儀式，每個人都會報名當國王或報名當皇後。這麼好？對，等那一整年就是他都要當那個琉球的國王。去年我就來參加，我的工作的話就是念聖旨，中文念聖旨，對，哦，這還蠻有趣的，蠻有趣的哈。哎，怎麼在整修？對啊，因為就是其實
琉球就是整个首里城这边啊，其实在2次大战的时候，是因为就是美军的攻击的轰炸，那其实整个首里城就绝大部分都是全部烧毁的，后来全部都是新盖的。对，大概目前盖到现在，目前大概将近30年左右而已。差不多。首里城的话，就是正殿的2边有2栋，那这一栋呢，一个木头木造的呢，是为了迎接日本来的使节。对，那红色的再就是迎接大红大紫画一圈的。那从那个首里城正殿所面向方向就是中国的方向。难怪刚刚一来，它外面的感觉非常新，那个漆感觉都很才刚刚漆上去的感觉。首里城这个地方啊，在2战结束195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是琉球大学的所在地。2战结束之后呢，那琉球就是后来是托给就是美军他们美军他们管，美军就是想说是要在这边就是设一个教育的机构，那所以就是美军就把琉球大学设在这边来。那当时其实战争的时候啊，冲绳这边是激战的一个激战地，整个冲绳其实绝大部分就被炸，对，都被炸过，死伤平民甚至比军人还要多。在日本军当时就是怕说那个告密，对，会告密之类的，他们就泛发谣言说被美军抓走的话会生不如死，所以不如自杀。那后来到最后，后来就变成说，就是他们被美军抓之前就宁愿自杀，所以后来就变成说平民死伤其实比军人还要惨重这样。看到亚下变做係土家身體嘅 Okinawa， 東南上島基隆市是有個暗陽嘅歷史。1945年嘅3月，美國為主嘅聯軍登陸琉球，在日本軍獨浦羅大嘅作戰指令下，將軍有3股1股嘅琉球人生命就冇睇咧。戰後琉球雖然光景無好，不過佢喺度還係慢慢的침轉自家嘅特別文化。我覺得味道很熟悉耶。其實這個就是台灣也很常見的茉莉花茶，在日文裡面叫做桑賓茶，香片茶。可以中甲可以變的呀。它這個造型有特別的意思嗎？是那個時候就是的一個花紋這樣子，然後就是流傳到現在，就是讓現在這個空間所之間，就是讓大家可以體驗當時琉球王國皇室在吃的點心，這樣。皇室在吃。對。那個沒皇室。今天就是當皇室。來試看那來試試看。好。我覺得這個口感也很熟悉耶，搞不好我們在台南那裡類似的都按同樣會變哦。因為這邊雖然說很多是專業可能有關中華文化，但其實是還是比較偏向是福建的閩南文化，所以其實有時候會覺得說，蠻多東西跟我們台灣蠻像的，其實也都是閩南文、福建文化這樣。嘅種一開始啊，有冇來到琉球？在高中的時候，就是高中畢業之前，剛好就是有一個交流協會，日本交流協會的一個獎學金，很幸運的通過之後，就是來到日本留學。那其實我選沖繩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因為畢竟高中念的是日文科，所以希望想說，借由日文科觀光這類型可以做一個結合。2013年左右的時候，雖然說沖繩的觀光的外國觀光客沒有這麼多，但從那之後，其實沖繩一直在致力於希望讓更多的國外的人認識沖繩這個地方，而且其實沖繩離台灣這麼近，對，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對，跟你來琉球。念社系啊，還是地台灣就念社？在琉球認識，在琉球大學認識的。對，當初我的學校就是剛好有交換學生，那就是我就是透過交換學生，然後就是來到琉球大學，對，然後後來就是在琉球大學待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時候，社團嘛就一定要去那種宣傳啊什麼的，然後那時候就剛好去他們班級宣傳，對，班級宣傳。然後那時候在大家自我介紹的時候，他就說他是台灣人，從台灣來，台灣人，然後對，這樣就這樣認識。我一開始的時候對日本啊，或者是沖繩的一些歷史，其實都是很沒有那麼了解的。對，那其實小雨他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歷史、很喜歡文化的人。其實跟他在一起之後，就是變成說，一起成長，一起去認識更多有關更深度的東西。可是我們現在都沒按慢慢的開始經營你們的部落格嘛。對，就是回台灣，因為有上當兵啊，還有稍微工作一小段時間，然後就是再回到那個沖繩這邊開始工作的時候，在想說好，那就開始稍微寫一點東西這樣。對，然後就大概是目前應該快滿2年左右吧，然後就會寫一些比較偏向文化歷史啊，還有一些比較
有趣的东西，像最近就开始有在写上有关冲绳的琉球这边的妖怪，妖怪，妖怪，一样也得这个规划一个琉球妖怪妖怪散步。散步的旅游这样。無論係寫部落格分享琉球文化，也係擔任琉球台灣學生會嘅會長。所以劉依玲就希望做對發揮自家細細嘅力頭，來減台琉兩地嘅交流。接下來就會聽聽其他島鄉下啲Okinawa特別嘅文化，來認識一隻島嘅魅力咯。其他都要用張四五碟嘛，意思要紅型，意思係講全部燃料就係紅色嘅嘛。瓶というものがこの色を指していて、型というのはこの模様ですね。このデザインとかを指していますね。但是红型的红啊，其实是在古代是以就是颜色的意思，红就是颜色的意思，代表所有颜色。所有的颜色，对。那形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模样啊，这些样式就是形。就是这个，比如说我画的是狮子，他画的是蝴蝶，对，这个是形的意思。对，跟冲给的那前面呢有按多色。这个工坊呢，主要是以这个8个为就是固定的颜色。那其他地方呢，因为就是红型是用一些植物啊去做出来的染料，所以说它变成说就是其他人用不同植物也会做出不同的颜色。对，那其实就是泛指颜色的意思。对。好嘞，那就开始的。不过白痴豆最困难的地方啊，不是画，而是要坐在这里，有一点痛，不知道应该这样。灰凳也係坐凳，坐凳好咧。まず最初にこちら側の明るい色ですね。ピンク、黄色、緑、青、こっちの列の明るい色を最初に染めてください。一开始那个蓝笔啊，就是不要让沾太多颜料，然后就是把它稍微用干一点之后呢，就是用画圆的方式去慢慢的去把它让它颜料扩散开来。因为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啊，就是它上面有上一些胶啊什么之类的，它其实是为了让就是我们这些初学者比较好画，比较不会画错这样。对，但其实在早期啊，他们就是什么都没有，直接这样用手就画出来。那真的是要有这个天分哦。因为像台湾不是有蓝染，其实用这样植物去做出颜料这样。那其实像红型其实也是用植物去做颜料。那其实冲绳也有蓝染啊，甚至有像甘蔗染，还有珊瑚染。甘蔗染嘛，对，甘蔗染的话就是用甘蔗去取出它的一些绿色的那种颜色，对，然后就染出来的。感觉染料看空气就这样黄黄绿绿，对，黄黄绿绿的感觉。对，因为其实，在琉球这边啊，因为算是整个亚洲的中心，那其实它受到像东南亚啊，还有中国，其实影响很深，所以其实它的一些染法、一些颜色啊，其实都会用跟中华文化其实都很像，这样有点像。对，怎么办？我觉得我画的还不错哎。对啊，你已经有天分，好厉害。对，越画越有心得，越画越上手。其实呀，琉球人对他们的那个琉球文化的推广真的是很厉害，不遗余力。其实像现在很多游客来玩，可能都是买东西啊，买土产，买药妆这样子。其实很可惜，我们觉得最推荐的就是像这种体验文化的东西，对，透过自己的手去做看，然后去认识这边的文化这样子。而且还可以，就是算是一种土产，又可以带回家。对啊，对，就很棒。还吃豆我画的比他好。现在做好这个成品啊，带回家先阴干1个礼拜之后，然后还要再泡40度C 的热水之后，洗掉之后才会变成现在这个范本上面的样子。所以可以期待一下。牙很看不懂真正的成品长成怎样。1个礼拜后。哦，安尼就了1礼拜以后，来这样翕相片本看。啲頭擺將有幾束漳州地用嘅風琴人物，一下啲地方慢耐就做得看得到風琴嘅產品，只要觀光事業來做資源，傳承發揚自家文化嘅特色，並用安樣來相結合，俾觀光和傳統尋到互利並存嘅可能。難道安樣特別嘅文化魅力，咪變咗大家分沖繩一重再重嘅原因？很神奇哦，要真给有泡泡的蛋糕嘞，很像那个喝咖啡的时候打奶泡打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开在自动车专用道，但是我是骑欧多拜，好爽哦，不错吧？超爽的。
个像喝咖啡的时候打奶泡打很多的时候，就是奶泡很多的对，茶，奶泡的感觉。对。那它这个怎么会有这个泡泡呢？日本啊，其实受中华文化影响，其实都有喝茶习惯，但是因为抹茶太贵了，所以就是像一些平民啊，他们就是变成说用自己的一些方式去做出一些茶，那就是用硬水啊，然后去打出泡泡，就是仿照了茶道那种方式去打出泡泡这样。算是从平民先开始流传之后，才被引用到传到皇室，就是看起来很特别，很不一样。如果只是那个一碗茶或一杯茶的话，就觉得就是茶。对。可是如果有泡泡，就觉得视觉上对视觉上很特别，懂高级的感觉。跟像以前就会偷观光科系啊，跟人家哈就可能是做些。你的工作也是相关的嘛？现在？那我主要负责的媒体呢，就是以冲绳为主，然后就是全日本的观光情报，就是可能就是透过我们的一些外国人的视角，算是传达介绍给台湾还有香港的游客。那其实媒体的文章就变成说，可能要比较以中立的角度去思考说，那其实台湾的旅客需要什么样的资讯？那部落客的话，部落格就是比较分享自己的感受。跟你来的部落格啊，跟日本有没有宽吗？日本人其实他们的观光啊，他们就比较偏向像那种看一些 media， 就是那个媒体啊，或者是看一些像那种杂志啊，他们的书啊杂志，他们比较偏向这种的，就并不太会有人就是像在部落格上分享自己的就这些好玩什么之类的。对，那其实我就想到就是会变成说，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去发现日本的一些连日本都不太知道的事情，一些文化之类的一些有趣的地方。对，就是希望看说也可以以这个视角去让日本人觉得说，哎，就是一个外国人竟然在日本或者在冲绳这边可以知道一些有关文化观光的景点这样，然后也算是去更去推广文化这一块。感觉你们在这边的生活已经非常融入当地，还算习惯了，已经蛮习惯了。对，我的话就是因为毕竟在日本念大学，所以4年之间其实跟同一辈的同学其实相处都还不错。交换学生的话，其实接触的还是都是留学生居多，因为我们就是1年，然后就是专门用来学日文这样。来玩跟来生活不一样，来生活跟来留学，然后又来工作又是工作不一样了。对，跟是工作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会看到很多现实的一面这样。对，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谈到观光这一块啊，就是像日本人，像刚刚讲的，主要就是会以他们公司的一个品牌形象为重视。对，那台湾主要就是有那个宣传力道，大家喜欢看，大家可以来，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对，那其实就变成说，有时候可能在跟，因为毕竟老板啊、上司啊，其实都是日本人，就是变成要说去磨合，说让他们知道说，你们既然想要做台湾这一块，就必须要迎合台湾的口味。对，就思维模式对是不一样的。对，那接下来呢，有没有什么计划？会想要也是更往日本各个地方走走，从留学然后到工作一直在留在冲绳。其实会希望说是，其实更去了解其他日本的地方不一样的特色跟那些文化这样。以黑你的一扇窗，对不对？他刚刚已经讲了这个计划了，感觉可以跟他去一起看世界的感觉。对。细细嘅 Okinawa 有丰富嘅历史文化。感謝也到嘅熱情分享，帶本藝有無窮樣嘅印象咧。相信也到對一隻南島行起動好奇，還會繼續其他部落格下好嘅新文章。當然也到嘅圖文之間，看到 Okinawa 行較多嘅面向。離開10到4日，接下來你拜訪客家鄉親之前，你要用特別嘅交通方式來繼續發現 Okinawa 嘅魅力咯。慶賞，你好，你就是慶賞嗎？你好，我是阿翔。哦，好多欧多拜，而且每一台看起来都好新哦。我今天来找你最主要目的，就是我要来租一台摩托车，因为我有听说啊，来 Okinawa 可以骑摩托车上高速公路。是的，是的，考虑是在150吧，因为要上高速公路的话，在日文的法规就是要150。哦，所以要125以上，但是125不行嘛，因为125一般都是124。我没有骑过重型机车。那在日本跟在台湾骑重型机车啊，它可以上国道，有没有什么规定跟台湾是不太一样，而且台湾人要注意的？这个要先说明一下哈，就是在日本的国道的概念是台湾的省道，自动车道才是高速公路。对，所以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牌子哈，只要它是蓝底白字的，都是所有车辆都可以走。
那这个绿底白字就是自动车道。那自动车道的话，就是只要125以上，像这种车子就可以走。把自己当作是一台汽车，不能钻车阵，乱超车、跨越车线。像日本人哦，得到驾照应该是很困难哦。对，是很困难的。对，因为他们这个日本这边的考照制度是蛮严格的，也是要去自动车学校上课哦，一般大概要花20万日币左右。20万日币，20万日币左右，对，而且不含考照，这么贵，不含考照，而且日本没有身份证制度，他们就是绝大多数的状况都是以驾照，用驾照好像就是你的 ID 这样，对，然后它是有记点制度的，你如果被违规12点，那张驾照就没了，那你可能办信用卡开户什么都会很麻烦，所以大家都很小心。来到沖縄话，出店煮茶的炒天茶，韩语中哦，将会准备好台湾嘅家私节奏。福州、南国自家州，唔限做得现在行卡呢片嘅理行方式咯。来，听听台湾嘅朋友，向下起定我都拜出发了。落去咧！人家准备回收高速公路了。自动车专用。我们现在开在自动车专用道，但是我是骑欧多拜。加速了！起定我都拜，伫沖縄嘅土地上安尼来来去去，除脱咯，速度带来别嘅快感，还做得用自家嘅身体去感受四季嘅变化，开始沿吹来嘅凉风，天顺嘅草香，本自家用到海天强色嘅路灯，好好去感受骑车嘅美好时刻。好爽哦，不错吧？超爽的。对啊，第一次骑摩托车上高速公路。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啊？这个地方算是乌鲁莽市，中文的话叫羽流麻市。这边过去的话就是平安座岛，那边的话是那个宾比加岛。所以我们现在这样，这一整条都算是跨海的桥。是的，这个本来是纯粹的都是离岛，那后来为了方便联络，所以就做了一个跨海大桥。很多人都是开自己的车，载自己的设备器材就来这边玩。对，这个是公共海滩啊，这个是公共，是公共海滩，非常漂亮公共海滩，水都很干净，很清澈，一眼看过去都可以看到海底。好像一个很大的游泳池，是的，因为风平浪静，而且它那个好像很浅滩哈。对，这里玩水是很安全的。由咸咸蓝蓝嘅海嘅沖縄县，係160隻西島嚟組成嘅。除睇到草船呢一搭一跳，含做得騎車嘅騎過大橋，拜訪淳朴恬靜嘅西島神範。嚟到沖縄東片嘅海中路，係當有名嘅旅遊路線。喺那下係1點鐘，然後就來到東少年來嘅賓比加島。哇，它这个房子都是用古老的方法堆砌起来的。是的，因为为了抗台风，然后就是用古老石，就是就地取材的，然后房子也是就是比较矮的屋顶，然后上面还有那个像风狮爷，那还有就是地上都是这个石化后的珊瑚铺出来的，这个道路，这个在日本是已经算硕果仅存的。真的而且还有人居住，只有日本观光客才会来，一般台湾观光客是景点书也不会介绍这些地方。吃个凤梨好了，天气太热。美味しいですか？それとも美味しい全部美味しいですか？都不错了，都不错，都不错。阿麦啊，很甜啊，很甜。口水一直流。直接这样吃这叫你生的。很甜哦，很甜。果然甜，果然甜。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岛？那比较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有别的日本的电视公司来这边取材，而且他有把这边的神话放进去，放到他们取材内容里面。然后来过之后发现这里其实很多就
就是都是日本当地的观光客，那外国人是不太来这里。像这种地方，我本人比较有兴趣。我们刚刚一路骑摩托车过来，就感觉非常的悠闲的气氛，尤其是过那个桥，就感觉哇，好像一个小渔村啊，还是一个小农村的感觉。是的，是的，对，我比较喜欢这个宁静的感觉。啊，这边乘凉好凉哦，还不错吧？这太阳36、7度，来个地方吃个水果，避一下太阳，不错。就这样慢慢的骑，慢慢的骑，感觉很悠闲。然后看一路这边的风景啊、农家啊等等的。是啊，因为冲绳这边他们就是对日本本岛人来讲，这边叫做岛时间呐。岛时间就是这边人好像都没把时间当时间。岛的时间，岛时间呢，就是比别人慢，比别人慢，很悠闲。这边人都是就是慢慢的过日子，轻轻松松的。其实今天这样子一整天下来啊，好在有你介绍。我骑摩托车来探访这些秘境，就是知道，就是说除了来冲绳之外，还可以多一个其他的选择。感谢。不会，下次来的话就多带几个朋友一起来摩托车探险。天地我多拜访仲夏，来到Okinawa度假，当中无需要安排太多嘅行程，一天就坐喺天底下吹定涼風，看定藍藍嘅天和海。悠悠地度過4度嘅時間，享受嘅過程就係輕悠閒嘅享受。轉到都市，換一下心情，聽過一大組N2到Okinawa嘅歌種，拜訪一啲當地超過半世紀嘅客家鄉親 Alice 先生。就會呀咧，西園高等學校。阿翔，欢迎你！你好，欢迎来。放在一起，快乐无比。他们心目中的老师是怎样子？面白い。很漂亮。西園高等學校搞書咩？哈，係啊。唔講啊，懂好奇哦。老師也跟你講誒，很多川木愛麗絲。我哋全家移民來嘅時，我爸爸呢就送我去美國天主教的學校。美國學校。在美國學校，它就是要有一個英文那個呢學名啦哈。所以就等於是說，川木是我的日本我父親的日本姓啊，那個阿麗絲就是我的學名啦。阿麗絲先生，是，你等下就會上課嘅咩？係啊，等下做嚟參觀上課。對，嘟好啊，要麼有中文教中文呢中文課。等下就要開始教中文。係啊。好啊，你留意看。好，這樣。Alice 先生，羅沃啲苗栗，不過出世喺啲台北大嘅。1966年6月，佢用自己長16歲，喺啲讀北英五中嘅佢，因為阿爸做事嘅關係，佢家人就駛到Okinawa咧。也係嘅佢就用教中文來延續留台灣嘅情緣。等下就田田先生落去上課了。媽，你們係。問はたち複數ですから，你們はあなたたち。そう，我很好，謝謝。係，當我們同在一起，當我們同在一起，快樂無比。你幾歲？50歲。哦。你叫什麼名字？係。你幾歲？14歲哦，所以大家差不多14、15歲左右。因為今天的學生是今天才剛剛開始學這個四音的發音，因為我們8月是暑假期間，下個星期才開始開學，所以今天來的這些學生呢，就是將來想要進到西園高中，將來也想要拿中文課的學生。你講其他第一外國也學英文呢？很多高中都開始放
这个中国语进去了，这样子，所以等于他们是英文跟中国语，差不多同样可以拿的单位是一样的。我的中国语，算係一點多啦。对啊，妹，大家看你的松口感，懂有发力，很有活力。对啊，因為客家人都係較有活力啊。对啊，而且这是笑脸，有可能係唔係日本的學生比較害羞。你按你教學的方式，給他會吃到很有趣啊。看到這些學生就是這樣子會講，就是差不多普通的會話都會講，我都懂歡喜啊，好像是很值得啦。為我們台灣啦哈，如果是有機會的話，我要講到嘅客家嘅文化啦，客家嘅精神啊，對，我也要講本家嘅湯。阿你是線上嘅中文課，唔但請教中文，而更加希望喺教學嘅過程地度，讓學生對中華文化有更加深嘅認識，係透過互動來分享台灣嘅生活樣貌，更加希望用語言教學來建建兩地嘅橋梁，而安樣嘅教學理念未得到私人國教高中嘅認同。為什麼一開始在這個高中想要設立這樣的中文課程，可以讓學生選上？その琉球國の時代の時に、私たちご先祖様は台湾、中国、東アジアの国々と交流を貿易をしていました。で今また中国、台湾の方々が沖縄にたくさんいらしてくれてます。で必要なんです。人と人との交流、言葉を通じて文化やすべて乗り越えられる、絆が作れる、人と人とのつながりができる。今沖縄は中国語がとても大切なんです。像在这个高中，我们看到这边有很多照片，好像学生出去交流啊，还是说比赛啊。那这个新园高中跟台湾的学校做交流多不多？有没有去过？はい、ありました。私たちにマーチングバンド部というのがあって、今年も4年に一度の世界大会で金賞をいただきました。4年前に台湾国の代表で出たハイスクールと交流会を持ってました。中山女子高等学校。啊，これ中山女高啦，中山女高。中山女高的仪乐队也是非常厉害。学生去了台湾之后，有没有跟你讲一些，就是喜欢台湾啊？自分の小さい時のこの風景で人の温かさ、食べてるもの、吃的一緒。食べ物。在日本時代，台灣老琉球鄉下算係日本嘅，兩地嘅人來來去去就唔是前進。就算喺二戰結束以後，變做係無共樣嘅國家，也因為同僑嘅關係，做生意嘅商船接着就有，更加有不少嘅台灣人駛到琉球來開創新嘅人生。阿強，我再帶你來這邊，是我另外一個我教書的地方，國立琉球大學。我在這邊也是教中文的。在哪個科系教？我是觀光產業系，因為 Okinawa 它對個觀光較有名，他們注重這個中國語。佢說：觀光產業科學部嘅其他學生嘅，大部分就係日本嘅學生嘅。對日本本島咯，也懂多。咩懂多？對北海道啦、東京啦、福岡啦。跟住外國嘅學生係冇？有啊有啊，有中國來嘅啦，有台灣來嘅哈，也有韓國觀光科啦哈，就有放寬制度給外國人這樣子。有個本當にたまたまです。そう，其他兩啥全部就係亞嘅學生啊，其他都拖幾多年了。8年。其他都讓同鄉感情很好咧。係啊係啊，他們心目中的老師是怎樣子？素晴らしいし、なんだろうな、面白い。很好意思。很棒。很棒。很好。很活泼。很活泼。漂亮，很漂亮。很漂亮。很年輕。什麼意思？ Look so young, look so young。謝謝謝謝。観光を学んでる友達がいて、その友達からアリス先生の授業を聞いて面白そうと思って、授業でもヤムチャの授業とかがあって、言葉だけではなく文化も学べるのでぜひ取りたいと思いました。那你们怎么会想要学中文？沖縄はアジアの中心地なので、沖縄でいろんな国と交流することがいいことだと思うからです。沖縄のなんか産業
占めるのほとんど第三次産業のなんか観光とかのサービス業で沖縄はこうなんだろう地域経済が回ってるからやっぱそれの観光客として一番多いその中国人とかのその言語を学ぶこと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そこに意味があ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加的会配的科目，别的系。经济学。经济学。经济学。虽然沖縄自古同接落中國嘅交流，不過天天也見嘅咯，觀光東方，沖縄當時有中文嘅人才，也未提高嘅學生嘅選讀中文課嘅熱情，本中文就嗰啲沖縄要受到歡迎嘅。跟像按後生就是那麼早就離開台灣來到亞。Okinawa 本身就會有很有國際觀的。感謝我爸爸啦，因為我爸爸讓我哋樣帶出來哈，不讓我們知道說，除了台灣以外，有這麼寬闊的世界。老師，唔係亞飛有幾多年咧？1966年來的，1966年，那有他唔差嘛？1966年，係啊，佢動作呢？係啊，動作啊，按做嘅時間跟咩少女時代你就來啊？係啊，我16歲嘅時來啊。16歲來。係啊，我迄時我全家移民到來亞當嘅係啊。全家人就移民過來。係啊係啊。基隆市嘅琉球，老亞下變化動態哦。嗰時係屬於嘅話呢美軍的管理啊。我爸爸送我去讀美國學校。所以很幸運的哈，我那個時候是讀美國學校，嗰時還在美軍的時代嘛哈，管轄，我就認為說將來這個日本話一定會非常需要的哈，所以我就到沖繩大學。跟人家日文也很好，中文也很好，客家話也很好，英文也很好。也蠻做得啦。我爸爸哈，佢都講我日都出來，做唔得丟臉，不能忘記我們的國語哈，所以我們小的時候呢，我父親就是從台灣把那個小學1年級、2年級所有的課本從台灣就是送過來，然後他自己在家裡教我們國語，所以我弟弟妹妹也都哈，要麼他講也貴，講也貴語，都講都還不錯這樣子，所以沒想到說現在呀，那個時候啊，沒有想到說我們的國語那麼被重視，被重視。而家尤其嗰啲Okinawa，大家都要學中文咯。阿妹當感謝講，我哋喺演駐前喺客家人啊，我去到東南亞啦，哈，也去講我去新加坡、馬來西亞，演客家話從不同啊。係啊。精通三國語言嘅人面，還有對家鄉文化嘅認同。Alex 先生出嚟教中文，係嗰啲1997年辦嘅琉球台灣歡迎會，希望透過民間風嘅力頭，掀起台琉兩地嘅文化交流。但昨日就啲 Alex 先生嘅家中來辦機會嘅傳統，但係21年來就唔識同步。介紹一下哈，亞威都係演客家人哈。演客家人哦。對啊，馮太記有冇？當初我們只是小小的一個聚會團體，幫忙做一點小小的國民外交。那我們也沒想到，我們的會員大家都是，這就是你看。Woman power，而且還有 heart 呢，我們的心愛台灣。都跳得很棒誒！謝謝。所以呢，韓國叫佢田定聰哦。琉球台灣歡迎會嘅會者哈，都係講你要你會演哈，你都要練習跳舞，哎呀。哦，真嘅哦。對。他們跳這個舞啊，大概練習都多久了？你去年20年，你跳了20年，因為他21年前就入會了，這位都是21年前都入會，他以前是大學生。哦，這個用啥英國會欣賞了先生ですね，教大家跳舞呢。他們是老
哦，对不对？台湾って情熱の国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の情熱をこう受け入れて、ハートで踊れる楽しさがありますね。吉亚德啊，因为熊文龙一飞呢入这个富人会，中国語が好きで、また特にまた沖縄と台湾近い台湾も大好きで、誰か台湾人と交流したいと思ってて、たまたま川木有先生の中国語教室のチラシを見て、初めは中国語を勉強しにここに来ました。それでそのままこの台湾婦人会の活動も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この会に入会して、今はもう台湾の人だけではなく、いろんなアメリカの人、フィリピンの人とかいろんな人と出会えるこのような国際的な場がとても楽しくて、毎回楽しみに来ています。无分年纪，无论国籍，只要有心，傻傻就做得参加婚宴会。除了天气两地嘅交流以外，爱丽丝先生更加希望透过主持、跳舞、喷发通来牵强啲爱葬嘅姊妹，提供海外乡亲啲头摆联络无简单嘅时节，有一只像大家庭样嘅感觉。迄讲也得按呢表演吼，迄讲七甲跳没欢喜，好也有运动到。迄讲我出去表演，如果有给人家去那个老人院啊，也医院表演哦，也得应该懂欢喜哦。嘿呀嘿呀，拍手，有的哈都感动的流眼泪。对对对，真的哦。对，是很过意了，给安安也摸一摸，拍一拍，这样子很开心。对，佮唱迄家人来日本系嘛？还移民归家人移民过来。你是5岁时就来沖縄。哦，你是5岁就来诶。佮唱张过来移民过来家下，佮生活上遇到的真太困难系嘛？个喏。真太困难，唔可以讲日本话，真唔方便，语言不方便哈。我做嘛摆到真唔惯，韩国我上不卡人。上不卡人。寂寞，佮你很有认识爱丽丝老师。我先生被叫用中辣台湾人，台湾中辣人哈。佢佢讲係寂寞，所以佢係去到青島，有台灣人的朋友，先認識愛麗絲三家姊，後面讓認識條不看大家就是好朋友。哦，就變到大家就變到是好朋友。像姊妹，兄弟姊妹樣。他咁樣提嘛，講結婚以後，也係講睇教育青年嘅事，家庭一定有在這個過程中啊，我們一定會碰到困難的，或者是說心理上有壓力，或者是說有什麼的我們的會員總是要有一個就是可以休息，讓他真的完全休息的地方。那我就提供這個休息地方，讓他們隨時都可以來這樣子。最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有人可以跟你講話，對，傾訴。我們姐妹中如果可以幫助的話，我們大家就說哦，那你覺得他會幫助這樣子。一開始的時候，你等於是愛麗絲老師的學生，然後接觸這個婦人會。每個月第2個禮拜天有這樣的聚會。我每個月一直盼望，一直盼望這一天。對。韓國哦，因為暗湧哦，聲演哦，他也加入了這個會。高中生的時候。一起來。那來參加應該覺得很好玩。お母さん台灣なので、台灣と沖縄をつなぐ何かをしたかったので、一緒についてきました。那你覺得就是來參加這個聚會，你覺得最開心、得到最多的是什麼？私より年上でキャリアウーマンですとか子供がいる先輩方がいっぱいいるので、いろんな話聞いて勉強になって、今後の子育てとかの勉強にもなるので、それが一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取れるのが一番楽しい。可以像按的逆是2年、逆是1年這樣子，每個月都沒有間斷，沒有間斷過沒？沒有間斷。跟當禮拜就攞亞夫卡，那家人會不會覺得好像會有一點生活空間會被打擾，還是說他們都很支持？哦，很支持，我家的全體都很支持。你也曉得啦，要辦一個這種會的話，哈，也需要很多的方面的支持啦，哈。比如說你本身一定要有這個心，所以我的會員全部都是有這個愛台灣的心啦，哈。然後天意，哈，愛有時間，哈。不過大家都係
有工作的啦。可是我们还是在工作业余中，就是找出时间来聚会这样子。所以大家因为有心，时间都是可以自己做出来的这样子。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出去办活动，多多少少地方都要有很多经费。对。那我们这个是经费呢，就是自己负担自己的。那我的家庭呢，就是说有很多办大型活动的话，不够钱的话。我的弟弟、我的妹妹，他们就会说 ：“OK， 你不够多少，我们支持。”对，当初我们只是小小的一个聚会团体来帮忙，然后做一点小小的国民外交。那我们也没想到，我们的会员大家都是，这是你看 ，Woman Power， 而且还有 heart 呢，我们的心。所以呢，我刚才也讲过了哈，他们都是已经我们21年了，还有他们的先生的协助，一定会给你的支持。一定会啦，一定了。从亚款的办亚款的公益活动哈，全部要家人的理解的。那因为他本身很爱台湾哈，那家人也很爱台湾。虽然赛到 Okinawa 超过半世纪嘅，不過黨有發力嘅 Alice 先生，還係繼續付出時間留行通，希望透過5星嘅日頭，掀起200多個嘅情誼。感謝李長地度嘅各種分享，攞出一團李長親真嘅情誼。李長阿媽說咯，我繼續喺 Okinawa 來探險。